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ody， 又同大家見面啦。近排就比較忙，就少拍啲片啦。咁我亦都唔想咧拍啲好無謂嘅片，所以咧我就有時候咧要諗下啲題材啊，或者我覺得有意思嘅片先會拍俾大家啦。咁今日咧我就諗到咧要拍下就係我好耐之前咧都有拍過系列嘅，就係地區限定版嘅，因為我近期食得真係好多地區限定版啦，咁我又有啲咧新嘅，我覺得特別有趣嘅，想同大家分享一下。笑之前咧，可以先同可能係啱新睇我呢個系列嘅朋友咧，先介紹下咩係叫地區限定版先。咁古巴咧喺2005年開始咧，就咧同啲佢古巴當地嘅啲小眾品牌啊，或者知名少少嘅國際品牌咧，就整啲地區限定版。咁地區限定版咧，即係貨佢啲供應商啦，即係例如英國啊、瑞士啊、亞洲總代理啊，或者好多唔同嘅西班牙啊、意大利呢啲等等嘅地區嘅供應商咧，就講話佢定期喺每一年咧，即係2005年開始咧，就會分批咧俾嗰啲地區咧出啲佢當地先會有嘅限定版嘅，即係顧名思義咧，就係例如啦，Sir David 咁樣啦，之前有睇過我片都有我有介紹過 Sir David 咧就係香港地區限定版嘅。顧名思義咧，其實咧呢盒嘢咧，淨係會喺香港出嘅啫。你其他地方嘅咧，可能就係有機會係嗰啲供應商啊換貨之類而得翻嚟嘅，但係主要咧都係喺香港地區發售咁樣嘅，就係地區嘅限定版咁解啦。地區限定版咧，以前咧普遍其實係限量幾千盒，已經係好多噶啦，因為佢通常咧一款咧，佢就係出限量，可能係幾千盒，係好少好 limit 嘅，即係一盒啊可以揀10支裝啊，25支裝啊，或者50支裝嘅，咁就視乎係嗰個地區嘅供應商咧同古巴丟嘅啫。咁但係依家係咧越嚟越誇張，即係可能依家你會見到新出嘅時候咧，可能會有話限量成1萬盒咁都會有啦。咁以前咧普遍咧都係淨係幾千盒就咁樣完咗㗎啦。差唔多講，即刻介紹第一款就係呢個 Lagoria 出嘅 Triumphos 嘅。咁呢一款咧係2010年咧就已經推出咗嘅瑞士嘅地區版嘅。咁我點解中意佢咧？係因為咧佢呢一款個 size 係我好中意嘅，類似係 Siglo 6嘅 size 啦，俾大家睇一睇。同埋係比較特別嘅，其實識我嘅人都知啦。其實我麻麻地 Lagoria 嘅啲雪茄嘅，但係除非係啲好特別好舊嘅煙啦。咁佢呢個係瑞士地區版啦。其實瑞士咧，大家記住，只要你見到瑞士出嘅地區版咧，其實都唔會太差。你要諗下瑞士啦，同埋英國，記住呢兩個地區咧，佢出嘅雪茄咧，你都可以唔使理就買就得㗎啦，一定唔會太差。同埋意大利都係嘅，咁呢3個地方係我嘅首選嚟嘅。咁呢個就係出咗比較舊啦，依家可能係普遍市面上會少見啲嘅。同埋咧呢個咧係個木香味好重啦，好特別嘅一個雪茄嚟嘅。同埋呢個 size 啦就係 Siglo 6咁嘅 size 嚟嘅，係一盒咧就係25支裝嘅，咁限量就2400盒啦。咁佢其實都可以俾大家睇睇啦。嗰啲咧地區限量版佢咧都會有呢個牌仔嘅，寫住係限量幾多盒嘅。第二款咧都推介一個大 size 嘅 Paul Lorentz 嘅 Grand Robusto 啦。其實 Grand Robusto 咧呢個 size 咧喺啲 regular 咧係好少見到啦。咁如果想要食一樣都係咁大支嘅雪茄咧，其實我就推薦咧喺地區版入邊揾嘅，就會有多啲呢啲特別嘅 size 啦。同埋就係咧可以見到啦，地區限量版咧好多時候都係啲比較小眾品牌，你可以見到即係嗰啲5大品牌啊 Cohiba、Trinidad 佢哋係唔會出地區限量版嘅，通常都係啲小眾品牌或者國際嘅古巴品牌先會出
地區限定版嘅。咁呢個呢，就係呢2017年出嘅。咁呢一款呢，點解我中意呢？就係因為呢，佢係夠一嚟啦，佢大支啦，特別啦，同埋呢就係呢，佢一盒10支啫嘛。咁假設呢，如果呢嗰時我嘅諗法呢，就係買幾盒啦，然之後呢食，如果唔好食嘅話呢，我就放到佢變好食。依家過咗7、8年啦，真係唔錯呢一款雪卡。依家食係啱啱好啊，同埋個 size 呢，我覺得係如果我呢，即係2個鐘頭到，我就會去食佢咯。同埋呢，呢一款同佢嘅常規嗰啲係好唔一樣嘅，佢個調性會比較足啲，同埋地區版呢，始終佢個變化會大啲嘅。嗰時呢，吸引我嘅呢，仲有佢呢個盒咯，我覺得佢呢個盒呢，同普通嗰啲好唔一樣啦。佢呢個盒呢，唔係嗰啲木盒咯，係即係黃黃地幾特別嘅。咁就呢度有寫啦，荷蘭地區版嘅。咁其實我想同你講呢，好多時候呢，古巴做嘢真係非常之粗糙嘅，佢係好有機會呢，係會有出錯嘅情況喺呢啲標籤入邊嘅。咁我可以介紹第3款，話俾你聽佢點出錯。第3款 Punch 嘅50支裝嘅 Mentos。咁呢個呢係意大利地區限定版嚟嘅，咁大家可以見到啦，意大利啦個標啦 ，OK， 俾大家估下，大家睇下呢個盒，點解古巴可以做啲咁嘅嘢？大家見唔見到啊？第5大道啦，咩事啊？即係其實呢一盒呢，佢係意大利嘅地區限定啦。我唔知點解佢可以係非常之粗糙，即係佢可以黐錯到成咁樣咯。然後咁但係我依然係非常之中意呢一款嘅，因為呢，我頭先有講到啦，我係好中意意大利地區版嘅。之前我有分享過好多意大利嘅地區版嘅，大家可以去睇翻之前啲片啦。我真係好中意意大利嘅地區版，因為真係會好好食，同埋呢，佢哋會好特別嘅喺個標籤度，你可以見到啦，佢專登呢，因為 Punch 咧係好少出呢個特別嘅標嘅，但係呢，佢意大利就會專登整佢哋嘅嗰個標嘅特色咯。咁就意大利限定啦，同埋呢，呢個 size 啊係丁丁頭嚟嘅，即係有少898嘅嗰種 feel， 我係好中意。同埋佢個 size 正確 size 就係 Corona Special 咁樣啦，我係覺得係好正。同埋呢，如果之前有睇我啲片，或者可以再同大家講下啦，其實古巴雪卡呢，如果整到喺50支裝呢，係絕對一定會好食嘅，即係唔會錯嘅50支裝嘅雪卡。咁之前有分享過好幾款50支裝嘅地區版嘅，咁大家可以睇翻之前啲片啦。咁呢個呢，我覺得呢，意大利呢個 Punch 呢，佢係有少少嗱 Punch 啊，我覺得呢，佢係好草青啊，好甘草嘅，有少少澀嘅嗰種感覺。但係呢個完全冇咯，同佢普通平時 regular 嗰個味係完全唔一樣。佢係反而呢，我會覺得佢有少少 creamy nutty 嘅感覺嘅。咁如果呢，有想要去試意大利地區版呢，就不妨可以嘗試呢一款啦。頭先講特別嘅意大利地區版啦，咁仲有一個超級特別嘅意大利地區版，就呢個 La Exception 嘅一個牌子出嘅 Selection Finos 啦。咁佢呢限量得2000盒嘅啫。咁呢一盒呢，大家見到啦，係2011年出嘅。咁大家可以見到咧，呢個牌子，咦點解咁陌生嘅？都冇見過。其實呢個牌子呢係停產咗好耐嘅，佢係以前嘅 Hoyo 嘅姊妹品牌，佢停產咗好耐，突然之間喺2011年呢，就為咗呢個意大利地區版呢，就專登呢個牌子呢出呢款雪卡嘅，所以係呢，非常之特別，大家可以見到啦，佢個包裝超靚。咁頭先講到呢，就係呢，佢哋個標啦，大家可以見到
即係我成日覺得咧，意大利咧佢哋咧好興唔知點樣，係專登咧係貨佢哋自己咧將人哋個標籤咧整到係有少少黑金嘅 feel 嘅 ，OK， 即係比較舊少少嘅標啦，即係例如呢一款啦，頭先嘅嗰款 Punch 啦，仲有Ramon 出嘅嗰個意大利嘅嗰個 jar 啦，你都見到咧，佢係好普遍去出啲特別嘅標嘅，佢唔會係出佢一個新嘅標籤咯。咁意大利地區版咧，佢就好興出個與眾不同個標籤嘅，而且咧佢個雪卡咧可以見到咧，佢通常都係好中意出係幼長嘅，即係佢唔會出到好鬼粗大嗰啲，即係你可以亦都可以留意到咧，粗大咧普遍咧喺邊度會發生咧？你會見到咧 PCC 咧，如果佢出嘅地區限量，即係地區限量咧，佢好中意出啲粗嘅。OK， 但係意大利佢哋咧就係中意優雅少少，佢哋係普遍係中意幼長多啲嘅。咁呢一款咧係非常之特別，佢個味道咧其實係同 Hoyo 係好相似嘅，花香啊、奶油香嗰種感覺嘅，就會淡身少少嘅。同埋呢個係2011年就已經出咗㗎啦，咁限量得2000盒，所以咧就喺市面會比較少見啲嘅。但係如果見到嘅話都可以試，呢個係超級值得收藏嘅。現落嚟咧，可以介紹幾款係 Diplomatic 嘅地區限量版。咁好多朋友都見到啦 ，Diplomatic 咧依家其實喺 Regular 上面咧係好少再出啲嘢啦，或者係 Regular 咧都已經基本上咧係要停產嘅就停產咗㗎啦。佢依家主攻咧會見到咧喺地區限定版咧會有佢呢個牌子出現嘅。咁我推薦幾款咧 Diplomatico 我覺得唔錯嘅啲地區限定版俾大家。首先第一款就係呢個荷蘭嘅 ，OK。咁呢個荷蘭嘅地區版咧就 Embajados 啦。咁呢一個咁佢咧一盒係10支嘅。咁一樣啦，佢呢個 size 點解我推介就係佢呢個 size 係非常之企理，就係我中意嘅1個鐘頭左右，即係佢唔會太長粗嘅嗰種感覺咯。同埋咧，我覺得咧 Diplomatico 咧，佢係屬於係中度濃度啦，唔係特別淡又唔係特別濃嘅嗰種感覺，我覺得係非常之適合我有時候下晝食，因為依家我普遍都係下晝食雪卡多嘅，所以就好中意 Diplomatico 嘅啲地區限定版嘅，同埋即係我覺得 Diplomatico 嘅即係有出啲地區限定版個品質都唔錯嘅，係啦，同埋再加上又唔係特別貴啊嘛。第二款推薦嘅 Diplomatico 咧就係呢個加勒比海。即係呢個地方呢，我係因為呢純粹係當初買嘅時候就係覺得，咦呢個地方好少見喎，竟然出呢個地區限定版喎，仲要係25支裝啦，所以就想拎嚟試下啦。神奇地係好正，同埋佢個 size 呢，又係呢，大家可以我拎出嚟俾大家睇一睇啦。佢又係 Grand Robusto 嗰種 size 咧，其實Diplomatico 咧通常咧佢唔會出啲太幼嘅，咁佢就會出啲大概係52到54 ring gauge 嘅啲size 嘅雪卡啦。咁佢呢一款咧就係好特別咧，就係加勒比海。我係未去過，等我有機會我可以去嗰度旅行嘅時候咧，就拎一支嗰度打卡影相啦。咁佢呢個係咧25支裝嘅，就係因為呢個地方比較細啦，所以見到咧其實佢限量得2400盒嘅啫，就比較少啲盒數嘅一款咯。最尾推薦嘅 Diplomatico 咧就係呢個西班牙出嘅 Diplomatico。大家可以聽到頭先嗰啲係咪先得個幾千盒、1萬盒內啦？咁你想揾一盒呢，就係呢，佢個量勁多嘅，你好易買到嘅，價錢唔會特別貴嘅，咁你就可以選擇呢個 Diplomatico 嘅西班牙地區版啦，因為佢黐線嘅，見唔見到啊？
出成5萬盒啊！雖然佢係10支裝，即係佢出成5萬盒，即係你一定唔會同人哋爭到咯。即係你通常咧一定會喺市面上會易拎到啲啦。同埋咧，咁呢一個咧個 size 咧，同頭先嗰個加勒比海咧個 size 咧，係基本上近似一樣嘅 size 嚟嘅，咁呢個即係我覺得咧 Diplomatico 嗰啲地區限定版都係差唔多咁嘅 size 啦，咁就視乎翻啦。咁我個人覺得咧，呢一款西班牙咧就冇頭先嗰兩款咁正嘅，可能係因為佢呢一款咧比較新啲啦。佢話就話係2020年就發布咗，但係其實佢係前2年咧佢先真正咁樣推出喺市面上啦，先有貨啦。咁始終可能係擺咗2年咧，我覺得佢就未達至到即係同前嗰2盒咁香啊。佢始終都會有少少辣嘅。但係如果你話想試啲容易買到嘅，又唔係特別貴嘅，即係啲地區限量版咧，就可以揀呢個咯。因為佢始終係有5萬盒。我話平同埋入門級嘅地區限定版雪卡推介嘅話，咁大家可以試下關 Lopez 嘅 Dragon 嘅比利時限定版。咁冇錯啦 ，Dragon 我唔知佢係咪專登呢，就因為喺中國龍年嘅時候發售嘅，所以佢叫 Dragon 啦 ，whatever 啦，我唔知係咪有呢個因素喺度啦。咁呢個呢，我覺得係呢地區限定版嘅入門嘅級別啦。一嚟呢，佢係一盒得10支裝啦，同埋個價錢啦、味道，佢都係偏向咧好淡嘅。呢支煙係非常非常之淡。如果你係中意啲濃烈嘅話呢，咁我就唔考慮介紹你呢一盒啦，因為呢一盒我覺得係偏向淡身少少，係即係你啱試呢啲咁嘅地區限量版，然之後呢又覺得即係可能 budget 唔想咁多嘅話呢，就可以試呢一個咯。咁呢一支咧大概就係1個鐘頭到可以食完嘅，同埋價錢呢就唔係特別貴啦。呢個算係一個好即係入門級嘅地區限量版啦，同埋係佢個味道都唔錯。大家推薦一盒就係我近期好多人問我，因為見我咧不斷喺度食嘅一個地區限量版咧，就係呢個 Punch 嘅 Duke。咁呢一款咧就係墨西哥嘅限定版啦。咁佢呢一款咧真係好正。我去咗好多個地方啦，之前咧我有一期咧係好中意去歐遊啦，然後同啲 friend 啊，我都係食呢一支Duke 啦，然之後同埋嗰個 Ramon 嘅嗰個北境之王咧，呢2款係我近期最中意狂食嘅一個地區限定版啦。咁近期最愛係佢噶啦。咁如果你話佢有乜嘢優點呢？就係呢。你唔好見佢，即係可能我唔知佢係因為佢粗啊定係點呢？我食佢係可以食到個半鐘，因為通常咧平時喺咁長 size 我食1個鐘嘅，咁佢係我會食個半鐘，即係慢慢佢會俾我一個好放鬆嘅感覺，唔係佢難食，而係佢嘅味道令我有放鬆嘅感覺啊，同埋咧佢有少少清香嘅嗰種感覺，都係一樣啦。Punch 咧，我淨係中意食佢啲特別款嘅啫。如果你話 regular 嗰啲真係唔好意思，我覺得佢係好苦，我就唔會特別中意嘅。我就係中意啲咧，即係特別版，我會好推介 Punch 咯，係啦。最尾彩蛋嘅時候，就係之前我做嘅系列嘅時候，我就彩蛋咗個 Sir David 啦。咁依家要彩蛋一個 Sir John。咁我相信咧，如果有食開雪卡，特別係地區限定版咧，就知 Sir John 係一個同 Sir David 係差唔多概念啦，係紀念嘅一個雪卡啦。咁就好少會遇見到嘅一款雪卡啦。咁呢一款咧係我嘅珍藏 ，OK， 係我嘅珍藏嘅一款雪卡啦。咁佢呢個
Sir John 咧，咁就係德國嘅限定版嚟嘅，可以見到佢係好少有嘅，佢係25支裝嘅 ，OK。然後咧，佢係限量2000盒之餘咧，係好舊㗎啦，已經係2012年出嘅。我好珍惜呢一盒，我係完全係擺喺度慢慢欣賞就好啦。今日嘅地區限定版系列又分享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嘅話，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。有啲咩問題嘅話，可以 YouTube comment 我或者 IG comment 我都得嘅。咁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